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山阿娟。拍咗咁多期二手啊，今日帶大家睇中山市嘅一手樓盤啊，係奧芬天譽嚟嘅。奧芬天譽係博愛中路呢度啦，總面積15.5萬平方，農居率1.5%，綠化38%左右。現樓即買即收樓啊！呢個小區總共有住宅同別墅一齊嘅，住宅779套，別墅有58套，再賣咧係5棟嘅產品嚟嘅，有3房啊4房嚟嘅。咁啊小區嘅園林啊都做得非常之靚，有泳池啊、兒童樂園啊各方面嘅。咁香港朋友喺呢度啊住啊都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1小時至2小時時間都可以到達香港啦，每一個地方啦。到底係賣緊嘅邊一隻戶型呢？跟住阿娟嘅鏡頭上去睇下啦。而家我嚟到示範單位呢度係9樓，兩梯4戶，嗰邊係3戶，呢邊係獨立一戶啦。一出嚟就係走廊嘅位置啊！你睇呢個走廊位置啊，係非常之闊綽啦，而且全身都係做咗瓷磚上牆啦，睇落去非常之大氣啦。咁門口呢度呢，呢邊係消防通道門，呢個門口可以係呢個屋獨立使用啦，120平方嘅戶型，到時可以喺呢度擺一座移動嘅鞋櫃，或者擺一張凳仔啊，坐低換鞋出出入入都冇問題啦。跟住入嚟咧就係呢度一入嚟門口呢度有個對講機，可以喺嗰度 check 得到人哋撳門鐘係咪識啲人先開鎖俾人哋。呢個大門都非常之大氣，已經做咗啦，電子門係3星牌子咧。跟住過嚟就係餐廳嘅位置，擺咗一個長桌露張台，咁對住呢邊就係 U 型嘅廚房嚟嘅，都預咗啦雙門冰箱嘅位置。咁呢個廚房都有一個面窗嚟，出嚟就係後陽台嘅位置。呢個陽台都有7米長啊！大陽台啦，雖然話細咗少少都夠用啦。咁後陽台睇出去嘅景觀係可以睇得到我哋小區嘅成個別墅嘅景觀啊，係市區可以睇得到呢種景觀，真係非常之少啦。跟住過嚟我哋睇下啦，客廳嘅位置開間大概係3米多啲，都非常之闊綽啦。出去就係正陽台嘅位置。正陽台出去呢個大陽台啦，都係6米幾啊，同另外一個房間係連埋一齊啦，非常之大。咁呢個1米6幾啦，呢個護欄都有1米5幾，都唔使擔心小朋友爬出去各方面安全啦。咁呢個睇出去景觀係可以睇得到山景，係咪而家覺得係馬路邊有啲嘈唔使擔心。呢個發展商非常之大氣，咁玻璃全部做咗啦，雙層玻璃嚟。跟住過嚟欣賞下啦，休息區。左手邊第一個房間係做咗啦，公主房都有一個飄窗。過嚟呢邊就係衛生間。右手邊呢個房間同大陽台係連埋一齊啦，都非常之大。跟住過嚟係本來係4房咧。而呢個樣板房就幫佢一個細房間打通咗，做咗書房、衣帽間。過嚟呢邊就係主人房啦，衛生間。呢個主人房都非常之大，都有個大飄窗，窗台睇出去嘅景觀同我哋正陽台睇出去都係一樣啦。120平方嘅4房，我哋睇完啦，跟住過嚟去睇其他戶型。我哋而家嚟到5棟呢度，再買啦，又係5棟呢度，呢度係16樓樣板房呢度啦。咁我哋先睇下86平方3房一個洗手間嘅格局。一入嚟門口呢度啦，係同88係門對門啦，呢邊都可以擺一個細細地鞋櫃仔或者凳仔換鞋出入都 OK。一入嚟門口呢度啦，都係門都係一個3星牌嘅
電子門嚟。咁過嚟就係餐廳嘅位置，餐廳都可以參考擺呢種長方形或者細細地陽台都 OK。呢個位置就係門呢度都可以擺一個高少少嘅鞋櫃或者咁樣都可以啦。跟住過嚟就係廚房，廚房雖然話細咗啲，但係麻雀雖小五臟都齊晒啦。咁廚房出去都有一個生活陽台啦，都非常之實用啦。過嚟就係客廳嘅位置，開間都有3米幾啦。咁呢個86平方係西南方向，呢個門好重啊！咁睇出去嘅景觀係睇馬路邊博愛路呢邊咁對面係山景啦，呢個視野都 OK 啦。雖然話西南方向，但係佢方向睇出去視野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咁過嚟就係睇下休息區，呢個係衛生間嚟嘅。呢個係第一個房間，第一個房間都有個飄窗睇出去都同正陽台睇出去一樣啦。呢個係第二個房間，雖然細，佢做咗一個榻榻米，都可以參考樣板房咁樣。跟住過嚟就係主人房冇套間嚟都 OK 啦，暫時都做咗一個衣櫃到頂，呢個床都係1.5乘1.9嘅床啦，都有一個飄窗，都非常之實用啦。睇出個景觀視野都 OK。咁跟住落嚟我哋去睇下啦。88平方3房一個洗手間，88平方同86係門對門嘅，一入嚟門口呢度都係個單邊位都一樣嘅。咁呢個係做到傳統嘅嗰種客廳嚟，門板呢度都係3星電子門啦。咁呢度係做咗一個凳仔啦，可以一翻嚟換鞋啦。一櫃到頂鞋櫃嚟過嚟就係餐廳嚟啦。呢個發展商暫時呢個餐廳呢度係做咗一個吧台餐廳移咗出嚟。如果你唔中意，可以照我哋以前嘅傳統嗰種餐廳都 OK 啦。過嚟餐廳呢旁邊過嚟就係 L 型廚房嚟，一樣呢個比86平方嘅廚房會大啲，生活陽台都會大啲嘅。過嚟就係客廳嘅位置，呢個88平方望出去嘅景觀係東南方向嚟，望出去景觀可能冇86平方望出去景觀視野靚，但係樓與樓期間都非常之開揚嘅。跟住過嚟我哋欣賞下休息區，都係一樣啦，同86都差唔多。咁呢個係衛生間，呢個係樣板房，暫時係做咗一個書房，到後期都可以參考佢咁樣做，或者到做翻房間都可以啊。呢個係第二個房間，都有飄窗。呢個係主人房，呢個主人房相對嚟講會比86平方嗰個會大啲。咁飄窗位置睇出去嘅視野都 OK。呢個主人房望出去景觀仲靚過正陽台望出去景觀。跟住過嚟我哋就係去睇下1043房2個洗手間啦，樣板房。我哋睇埋最後一個戶型104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，又係高樓標準嚟。一入嚟門口呢度啦，都係而家所見到啦，呢種高樓標準都係咁樣啦。三星嘅牌子嘅電子鎖，咁門口呢度位置到時可以做一排鞋櫃，佢暫時都係呢個批咗8灰嚟嘅。咁呢度都有一個對講機呢度啦。咁呢個客廳係傳統嗰種餐客一體嚟。咁我哋睇下正陽台望出去嘅景觀，呢個方向係東南方向嚟，望出去嘅視野都 OK， 係市區可以睇得到呢種視野真係非常之 OK 啦。過嚟睇下啦，廚房呢邊都好大。咁呢個高樓標準都係做咗一個套門啦，呢個門都好重啊。咁呢度預留咗一個放冰箱嘅位置啦。咁廚房3件套都係西門子嘅牌子嚟嘅。咁呢個廚房出去都有一個生活陽台呢個生活陽台都非常之大，大概有4個平方左右。
過嚟就睇下啦。休息區，咁而家所見到啦，第一個衛生間高樓標準就係咁樣啦。呢個係第一個房間都有飄窗，第二個房間都係一樣啊，有個飄窗，咁嘅地板係木地板。跟住過嚟就係主人房間。套間嚟啦，呢個主人房間都好大，都可以擺一個1.8乘2.2嘅大床都冇問題啦。睇出去啦，飄窗睇出去景觀同正陽台睇出去啦一樣啊。呢個樓盤啊，4個戶型啊，我哋全部睇完啦。部分樓層啊，賣緊11,000左右一平方，5棟呢邊啊，基本上係12,000起價啦，全部係現樓精裝高樓。大家對呢個樓盤啊有興趣啦，可以聯繫阿娟實地睇樓或者後台攞更多嘅資料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